过来看桃园进前有一台免路的，因为底盘漏油，佮一直咧驶，造成讲对伫伊后壁甲边仔机车拢处处都泥残掉伤，交通拍结。正毋若爱赔，恐惊都爱互人罚3600。车路出现一大片的油，13暗时6点，伫北德区和平路11号头前，53岁姓吴的查甫人在黑色轿车由和平路往介寿路一段方向驶，想袂到技术底盘漏油，造成后边45岁姓黄的女骑士摔倒，身体真侪所在挫伤，抑佫其他真侪骑士也无细致摔倒，这个意外也造成交通煞大拍结。因车辆渗漏油污，造成后方机车骑士黄姓女子滑倒。黄女身上多处擦伤，警方将依《道路交通处罚条例》第20条予以开单告发。代志发生的时阵，警方到现场发现是一台变速车车底漏油造成的，佮管制交通，避免造成更较侪骑士摔伤意外。同时，环保局清洁团队人员马上到现场，伫油污的所在也结束区。清洁队主动会同警方立即携带木屑到现场，因为木屑对油质的吸附力较强，所以能够快速的把油质吸附。这事故警方会依照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20条，汽车引进底盘电器车门损坏，驶时阵明显有危险，无马上停驶修复，来开单告发。这粗心的驾驶，恐惊面临上悬台票3600的罚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